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回家多好！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工作在外面再怎么累，我们就是渴望回到这个家，因为这个家让我们安心，这个家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来赞美、来感谢、来主的面前来认证。我们开口吧，1、2、3，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啊，你是爱我们的主，主啊，你是给我们得以安定我们的心，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安定的睡在这个地方。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这一个礼拜，主啊，让我们在这一个混沌时候，很不谢谢你，主在你的面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我每次回到你的殿中，主我们就知道，主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在于你爱我们，在于主啊，我们有一个你让我们来全心全意来爱你。谢谢你，主啊，让我们今天早上首先能全心全意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敬拜不够的，主啊，我们得罪你的，主啊，我们恳求你来赦免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的每一天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在我们不管做对做错的时候，主你仍然爱我们。主啊，你用你那个无条件的爱，主啊，深不见底的爱来爱我们。谢谢你一路爱到底，让我们感受到主，我们不是孤儿，主我们不孤单，感受到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但主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任意妄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自私，我们自利，更糟的是主我们就自以为是，我们自利自义。主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重新校正回归，我们对焦于你，以基督的心为心。谢谢你恩慈的主，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重新开始。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要来继续祷告，因为我们的主很在乎我们，我们看重的他也看重，他不只是在乎我们，他更有能力，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给我们的话语，这样说，我们一起请。看哪，以色列的保护者，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上主要保护你，他在你身边庇护你，白天太阳不伤你，夜夜月亮也不害你。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灾害，他要保守你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121篇，音乐牧师邀请大家回去把整篇只有8节，8节却有几个神要保护？6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需要神的保护，我们需要再一次透过我们宣告的话，音乐牧师邀请你回去，每一次你需要保护，你就来读121篇，好吗？现在主要来邀请你，如果你身心灵、婚姻、感情、产业，你的工作、学业、人际之间，你需要这位主保护、保守、看顾，需要他听你祷告，需要他引导你的。音乐牧师来邀请你，如果你在现场，你需要有人跟你一起为你祷告，请你等一下可以站立起来。如果你在线上，或者是你觉得我要单独会主的都没有问题，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觉得你最需要主与你同在，最需要主让你感受到他的爱跟他的全能的，你就把你的手放在那个地方。如果你需要有人跟你一起祷告，就请你站立，好不好？如果你需要现场需要有人为你祷告，请你站立。我们的同工，我们的牧长会到你的面前为你来祷告。来，我们就
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恩典，他听你在祷告，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主，你是倾听我们的主，主啊，你是这位爱我们的主，主啊，你说你侧耳垂听，主啊，你听见了我们，主啊，你知道，主，你有那最好的时机，主啊，你知道，你用最适合的方式，主，你要来保抱、安慰、引导，来带领我们，主啊，甚至你来医治跟扶持，谢谢主，主啊，你就是我们的救主，主啊，你就是这一位与我们同在、永不放弃我们的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为我们开路，主啊，你知道我们现在是没有路可以走，但主你就是我们的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医治者，你是我们的拯救主。主，我们现在到您的面前，主，为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爱的，恳求主你来医治、跟带领、跟扶持。主，我们知道你是全能，你无所不在。主，你无所不知。主啊，你无所不能。但我们现在还不是那么完全，跟还不是那么平安，我们还不是那么觉得有盼望，但主你知道，我们每一次宣告，我们每一次到你面前祷告，我们就知道，主啊，你有最好的时机，主啊，这些事情发生，主就是有你重要的原因，那个原因就是主你要赐福于我们，主你就是要帮助我们，你要我们的生命能够升级，主啊，你要我们的生命再次被破碎跟建造。谢谢你，每一次的苦难，主我们都不糟蹋，每一次的苦难我们都知道，主你与我们一起受苦，主你要带领我们一起突破那个黑暗，进入那光明，因为你是复活的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继续，我们要为我们主日，就是现在啊，今天主日，我们到神的圣殿来敬拜神。我们就要来为今天的我们的教会啊，也要为等一下在我们当中台南神学院的老师刘牧师在我们当中来祷告哈。我们也一起来领受诗篇84篇，在这里就是再次来说圣殿啊，我多么渴慕回到神的圣殿来敬拜主哦。我们一起来宣告，请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垂听我的祷告，雅各的上帝呀，求你侧耳垂听，上帝啊，求你看顾我们的王，求你赐福给你所立的君王，在你殿宇住一天，胜过在别处住千日。我宁愿在我上帝的居所守门，不愿住在邪恶人的家中。我们一起来。主上帝是太阳，是保护者，他给我们的恩惠光荣，他从不留下一样美好的事物，不赐给行为正直的人。上主万军的统帅，信靠你的人多么有福啊！我们是多么有福啊！是因为我们信靠主，我们有一个可以靠得住的主哦。我们要一起为我们个人的灵命更新来祷告，也为台南神学院事工经费同工，求主保守供应跟带领，也为今天儿童牧区我们有阿卡培领袖小组、夏令营筹备会、总务部及本周我们有核心同工的造就会，就在这个礼拜6哦哈，所以我们也预备心为我们青年牧区第2季开始，从昨天就已经开始哈，我们在我们的新堂33号在那边开始聚会求神来特别来带领带领年轻人，他们生命被建造他们跟随主不只是这个被建造，是为了真的是能够我们一起来一场的礼拜参与一项的服事一个小组为未来的教会来祷告，好不好？我们请起立。
我们一起为我们今天主日我们刚刚所提的每一件事情，为自己来领受神的话语来祷告。1、2、3，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主日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主啊，我们就是专心来到你的圣殿。主，你的圣殿就是让我们聚集。主啊，我们从各方，主啊，我们回到你的殿中。主，我们用祷告。主啊，我们透过我们全人全心全意的敬拜。主，让我们真是知道。主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和睦能够在一起来敬拜、来服侍，我们能够同心合意。主啊，我们要特别为台南神学院，主啊，你的神学院，主啊，让在那里的师生，主啊，在那里，主他们要被栽培，主啊，他们的需要，主你都要供应，主啊，也让他们的身心灵，主啊，再次，主啊，领受以后，在台南神学院那个地方，真的是成为一个光，主啊，成为在神学院里面，在教会界里面。主啊，你来栽培，主啊，属神你的那个牧者，主，我们仰望赞美你，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恳求你，在今天，主啊，就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主啊，我们与你相遇，谢谢你是我们的父，谢谢你是我们生命中的君王，主啊，谢谢你是我们的统帅。主啊，谢谢你，主，你为我们，你与我们一起征战。谢谢主，愿我们今天的敬拜在这里跟你来相遇。我们要用我们主祷文一起要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过去1个礼拜当中带领我们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谢谢主，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荣耀我们的主，来回应我们的主，来赞美他。主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恩丰富奇妙是吧？跟你的左边右边说，主的恩典丰富又奇妙。主的恩典丰富又奇妙。然后我们继续来赞美他，来赞美他。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
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都要赞美。一起来赞美主，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恩丰富奇妙。我们一起拍掌，将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那丰富又奇妙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你的恩典是那么奇妙，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谢谢你带领过去我们一个礼拜当中，你供应我们在一个礼拜当中我们所需要的吃喝穿用，你让我们得胜有余，你让我们坚强站立，你让我们抬起头来往前走，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早我们就来到你的殿宇前，我们来享受这美好的一天，享受这美好的早晨，享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的一个与神你亲近的时间。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主，我们要抓住你，我们要听见你对我们的话语的帮助。主，求神你亲自的在今天我们的敬拜当中，在我们今天的礼拜当中，主，你亲自来抓住我们的心，圣灵亲自的来指教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是真正的去被神来触摸，我们真正的也去触摸到神。谢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好的时间，赐给我们这么好的福分，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我们继续用这一首歌来称赞他。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依靠，他的同在使我们是全然的得胜。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们必不害怕，我们必不害怕，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来宣告说，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他是我们最大的福分。继续的来仰望他，来跟随他。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我们继
继续来唱。我一生中最大的告诉我们自己福分就是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是我们最大的福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告诉我们自己，让我们一生都来侍奉他，因为神丰盛无尽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是得胜有余的。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是的，认识神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福分，让我们一生都来侍奉他，让我们一生都来赞美他，让我们的口都不尽的来赞美他。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歌，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多少个黑夜，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多少个黑夜，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陪伴我们，永远不放弃我们，爱我们，全知全在全能的主。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你是我们心肠、我们肉体向你呼喊的主。主啊，你是我们万军的耶和华，我们的王，我们的主。主啊，在你的祭坛，就在你的圣殿中，我们是多么有福。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主啊，现在你面前，也因着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来赞美主，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主那多少个黑夜，多少的困难中，主你让我们能够撑过来，如今来到你的圣殿。或许我们还没撑过，但主我们到了今天，而我们在你的圣殿当中，主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是又真又活，因为主你说我们经过那流浪谷，要叫这谷要成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要覆盖全谷，就是覆盖这个流泪谷、流浪谷。你要带领我们走过，主啊，你让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可以力上加力。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那个困难处，在我们的家中，都能够回到主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因为在这里，我们的敬拜，主，我们要
被你来爱，爱个够。因为主，你听见我们内心有声无声的祷告，主啊，你留心听，你再次应许我们，你是我们的盾牌。主啊，你垂顾，你观看，主你的儿子，你儿女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殿宇中，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我们宁愿在你的圣宇的殿宇当中，主，我们不愿意住在那恶人的帐篷里。谢谢你是我们的日头，是我们的盾牌，你要赐下那个恩惠和荣耀。主，你要将那个好处，没有一样好处你不留给我们，就是我们要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我们就成为那有福的人。谢谢你，愿一切的敬拜赞美成为馨香的祭献给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能够在神的殿中敬拜神是何等的美好，阿们吗？我们将我们的掌声来归荣耀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来报告之前，今天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来宾吗？请起立好吗？有吗？有没有今天第一次在我们的当中的？好，那线上一定有哈。我们在线上的朋友，请你自己可以站起来，我们欢迎你在迦南教会哈，我们一次欢迎，我们永远哈欢迎啊，永远就是迦南教会的人了哈。我们欢迎你，我们来报告，我们来看我们的消息。我们今天是台南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哈，就是刘立仁牧师，他代表台南神学院，我们欢迎他。谢谢。我们要特别为这个神学院的需要哈，关心代祷奉献哈，也为刘牧师的家人呢哈，他很年轻哈，但是他已经有2个孩子真的是我们要为他的家庭哈来祷告哈，一人服侍真的是全家来服侍哈。那我们来看我们就是在后疫情时代，我们真的需要很多的招待同工哈。那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那我们可以跟崔芬长老跟这个钟义长老来报名哈。我们要经过训练我们就可以来服侍哈。音乐牧师2个礼拜前，我们带我们儿童牧区的同工，我们去那个台北 The Hope 教会哈，真的人还没到圣殿的门口，在大概几公尺外就闻到咖啡香，然后就很热忱的人来招待。他不知道我是牧师他不知道我们是，但是就是非常热忱，就是真的感觉像回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也被训练哦。好，如果你有觉得每次被人家招待这个招呼，觉得何等的好，就请你来报名。或者是你觉得说这个招待这样怎么行？那你更要来报名，好不好？那就是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欢迎弟兄姐妹，那有需要的人。能够招呼他们，让他们感觉好像是回家一样好，那我们也为教会大楼的大扫除我们昨天已经有过去的这个礼拜，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单位都已经为神的家已经打扫过了。昨天就是青年牧区，我看到我们社区的青少年班的家长也带青少年来打扫。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教会打扫了吗？如果还没，请把握机会来，我们看第6页这边有你哪一组的人什么时间来打扫？但如果你错过没关系，那还没有到的，你可以加入别组，你也可以去一起来帮忙，来为神的圣殿来刷新那再来，我们礼拜21号，我们有领袖小组总聚的时间严喜轩老师他真的是这个很值得我们一起来领受的这个老师那请大家同一个在那个时间星期二21号晚上8点到9点30欢迎同工组长相关的核心同工都可以一起来，在我们7楼。另外，我们对桌球乒乓有兴趣的，我们呢对外的社区的这个招生已经满了但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
所谓的陪练员呐，再讲深入一点，其实就是陪谈员呐。因为你一边打球，你一定会跟他聊天嘛。好，那我们的策略是，礼拜五有区域教练来教这些社区的朋友，那么礼拜四的时候，这些教练会先教我们陪练员，那我们才有办法去帮人家喂球嘛，哈，才去引导人。那在练球当中，你一定可以讲到福音。那我们的对社区的已经额满，现在是备取哦。但我们缺什么？缺陪练员，好不好？请大家，如果你有学过了哈，请你来接受这个挑战。当然也要这个教练这个经过筛选之后，但你不用怕，就是越打就会越好哈，请赶快来报名我们的同工哈。那我们这个儿童牧区也有在周间有这个课程哈，是英文的好好玩，是奥福音乐的，也跟英文是有关。我们的苏新民执事来带领，请同工也来介绍幼儿的家长亲子的来参加。竹中这个校舍部这是一个火车之旅哦哈，所以不会塞车的问题。我们坐火车哈，9点30它会从新竹开，但我们会在10点在我们教会这边等火车一起上去哈。请我们把它变成关怀活动，把你所关心的福音朋友一起带去一日游，在火车上我们一边看风景，一边聊这创造大地的这位上帝我们也跟他建立关系。所以请赶快要报名，详细内容我们有写在周报哪一个时间截止，因为名额真的非常有限。你想一列火车有多少名额所以我们请把握这样的机会。那这个日期这边都有写哈，所以请我们小组长把收到的那就跟曼双干事来小组长来报给曼双干事。我们的潘美丽姐妹的先生刘先生刘宗昌先生蒙主恩召，那在这个礼拜5要来举办告别礼拜的相关的事宜。那礼拜4会有一个安慰的礼拜，我们也欢迎我们大家一起与哀伤的人同哀伤哈。那在安慰礼拜是在他的家中，那我们会跟小组长来联系哈，我们怎么去前往那我们一起来与他陪伴他们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读2次来，请。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诗篇121篇7到8节，再一次来，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诗篇121篇7到8节，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我们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特别要为台南神学院来祷告，来奉献。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不明白没关系，你就坐在你的位置上。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者义的刚强，贫穷者以身富足，都因为主已拯救了大事。如今软弱者义的刚强，贫穷者以身富足，都因为主已拯救
爱我们阿爸父，还是感谢你能够将你的众儿女聚集在这里，聆听你透过刘牧师的口来传讲你的道。也感谢你能够让青年牧区昨天经历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礼拜。也感谢你让每个儿女的过去这一周都能够领受到你大大小小的恩典。纵使发生了很多事情，你也陪伴我们的度过，也求主能够持续保守我们。不管我们在家庭、职场以及在教会，都能够遵循你的教诲，更新我们生命，成为见证，让我不管在每个角落都能够成为光，成为盐，成为你最喜爱的儿女。现在我们要承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为你所用。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阿门。坐下来之前，跟身边的人说：主恩满意，合神心意。主恩满意，合神心意。请坐。我们一起用起印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在诗篇的121篇第一章第一篇第一节到第8节，121篇的第1节到第8节。那牧师来念单数节，让我们弟兄姐妹来念双数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亲爱的刘牧师以及黄牧师，以及我们家人教会的长子同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在南神的纪念主日，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也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当然，首先要感谢我们家人教会愿意一直以来对于神学教育的支持以及关心。那也让我今天能够来到教会，跟我们弟兄姐妹来请安，以及报告我们学校的现况。当然，我个人也要代表我自己，也要感谢我们教会，以及特别刘牧师。我昨天晚上就赶到我们教会，然后得到教会很好的款待。我自己个人要对教会来表达感谢的之意。那今天也特别要用诗篇121篇的经文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是上主是我们的保护者。在分享以前，邀请我们再一次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在过去的日子，你保守看顾我们众弟兄姐妹，你亲自成为我们生命的保护者。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耳，开启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也愿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121篇，它的前面有加入了一个小小的标题，这个标题叫做上行之诗。在诗篇里面，上行之诗总共有15篇，它是从120篇到134篇。那对于上行之诗，最主要的说法就是朝圣者他们每一年要上耶路撒冷守节的时候，在路上一边唱一边走的诗歌。因为根据犹太人的律法，以色列人他必须一年有3次要往圣殿去朝见耶和华。那这3次呢，是根据在圣经里面所记载，这3个大的节日就是除酵节、七七节跟住棚节。那除酵节也是我们所知道的逾越节，它是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了被剥削、脱离了苦难的日子。第2个日子就是七七节，七七节到了新约时代就是五旬节。那七七节其实它是一个感谢上帝赏赐丰盛的粮食，喂养他们的性命。在最后一个节日住棚节，它是犹太人在纪念过去他们的祖先在旷野漂流40年，
但是有上帝的带领，让他们进入到迦南地，安稳的居住在那个地方。所以无论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一年有3次，他们就必须离开自己所住的地方，然后前往耶路撒冷，到圣殿来朝圣。当这些朝圣者从世界各地往耶路撒冷的方向行走的时候，当他们在路上相遇，他们成为一大群的人，他们一路向前行，就一起唱这15首上行之诗。这个诗篇的122篇第4节就清楚地看到上行之诗的意涵。他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诗篇本身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圣经，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上帝启示人所写的，但是诗篇它是透过过去的诗人，他对于上帝的称赞，对于上帝的祷告，来成为今天上帝对我们人的启示。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可以想象，这些要往圣殿的旅行者，他们必须要经历过许多的挑战，有可能是野兽的攻击，但是也有可能是被植物的割伤或是刺伤。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喜欢爬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去爬山的时候，我们要准备哪些配备？高跟鞋？哦，不是，不然要准备什么？登山鞋，还有吗？登山杖，哦，就是要帮助你辅助你行走的，还有吗？睡袋哦，这看起来比较像露营了哦。重要的东西你们好像都还没讲到，水嘛，对，出去不管去到哪里带水，至少要有水。还有吗？食物，对，食物也要带。有一次我在高雄有一个爬山的景点叫寿山啦，哈，台语叫做茶山啦，哈，寿山。我跟着我的朋友去爬寿山，我第一次去爬寿山，我就看到旁边有人，他背着一个瓦斯桶要上山了。背着瓦斯桶，知道要干嘛吗？哦，对，刘牧师很聪明，他们准备上去泡茶，所以就有人背着那个20公升的水从山下要背上去。那准备茶叶，因为茶叶比较贵嘛，所以准备茶叶的就比较轻松一点，他带个包包就可以把茶叶装起来了。但是我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你的这种爬山，或是到一些我们说可能比较没有建设的这么现代化的地方，有可能你在这个旅途当中，你不小心只要轻轻的被植物划一个伤，你就会觉得我整个旅程好像都很不顺利的感觉，有没有？就感觉哪里就隐隐作痛，或是刺刺的，或者是有时候那个鬼针草就在我们的脚边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就是没有那么的舒服。人就是这么样的软弱。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举目向山，诗人用举目向山，他其实我们要想象的是什么样的人？他站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会看向远远另外一边的山的那样的意境里面，诗的意境里面，它象征出一种旅行者，他对于大自然的环境有一种无助或是无奈的感觉。虽然有无助，虽然有无奈，但是诗人却在第2节写出了他的信仰的告白。他说什么？他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虽然环境凶恶，但是诗人相信，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上帝，自然上帝也是管理万物的上帝。而上帝自然就会帮助他们度过这些凶恶的环境。这个不仅是一种告白，也展现出诗人对于上帝的信心。到了第3节，诗人他继续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他转变了讲话的对象。第1节、第2节说什么？马上忘记了。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第几人称？
学过英文的第一人称嘛，对不对？可是到了第3节，他说什么？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在这里转变成第3人称的他跟第2人称的你，我们可以想象，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像是一种旅行者对于他的同伴的宣告，就好像刚刚我们在读圣经一样，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它不是一个独角戏，它是有一个互相呼应的。当诗人讲出他信仰的告白的时候，他的同伴也做出了这样的回应。或者是我们也可以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这边他为什么会提到脚会摇动？当你在睡觉的时候，脚会摇是什么样的意思？我可能比较好理解，如果在旷野或是荒郊野外，那我们休息可能就真的需要带帐篷哦，搭着帐篷，或是在一些比较简陋的环境可以休息的状况里面，如果有人要把你叫醒，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比较适当的方式？是拍肩膀，还是拍脸，或者是我想我们如果有这种露营的经验，当你有人睡在帐篷里面，你要把他叫醒的时候，通常是怎么样？轻轻的拍他的脚嘛，这样他在，因为露营的地方通常灯火也不会太亮了所以你轻轻拍他的脚，他就知道有人在叫他了那这个是其中一种。那还有没有什么状况会让你的脚会这样稍微摇一下？被蚊子叮的时候会稍微动一下吗？还是就让蚊子叮它？或者是被蛇咬的时候，脚会不会想要动一下？或是就全身动都来不及了？所以，其实在他们的环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样的状况。但是我们其实从诗人所写的这些意境里面，或者是对照这种相互呼应的写作的手法，我们或许也可以推测出诗人他们这一行人在夜晚的时候会有这种轮流守卫的制度，来守护彼此的安全，就是要牺牲少部分的人睡眠的时间，但是来换取我们大部分的人可以好好休息的夜晚。在我自己个人军队服务的经验当中，一般的部队在晚上它是会有这个所谓的夜哨的制度，那士兵会轮流站哨，那军官呢他就会去查哨，还记得吗？看到远远在站哨的时候，看到远远有人来，要说什么？站住，口令谁？是不是？然后就会有那个每天晚上会有不同的口号就是站住，口令谁？流利人做什么？来查哨要干嘛？有没有认真？就类似这样。好，那你不要小看这个站哨，有时候严重的你没有好好站哨，严重的是可以被判军法的。那我不知道大家在这种站哨的经验里面，你知不知道大概哪一个时间的哨是最累的哨？有分嘛我们从10点就开始站，然后有单数哨，有双数哨10点到12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11点到1点，就是这样会互相重叠不会2个同时换嘛最累的哨是几点到几点的哨？有站过哨的经验就知道，2式的哨。什么是2式？2点到4点的哨。为什么最累？因为2点站哨，它不是2点才起床你1点半你就要起床了。为什么？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你一定是穿着军用的比较轻便的衣服，但是你要起来站哨就要全副武装嘛，钢盔、水壶、S 腰带，然后呢穿完之后，你还要去军械室领枪，领完枪之后，那这个士官可能会你的哨手如果不是在你的部队附近，你可能要走一段路，所以你1点半大概就要起来开始做这些事情，然后2点准时上哨，然后4点下哨，下哨之后能够马上休息吗？不行嘛。其实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你只要站完哨，你一定是全身都是汗因为夏天本来就会流汗，那冬天呢，你会穿那种很厚的外套，其实你里面还是会流汗。所以你4点下哨回到部队里面，你还要稍微就是稍微简单的盥洗一下，
那你等到真的要准备要睡觉，大概已经4点多快5点了，你一躺下去，马上不到半个小时，哒哒哒哒，部队起床，好，又要起床了。然后在一整天的大概半天之后，在你吃完午饭，才会有简短的休息时间。所以你如果站2点到4点的哨，你大概等于是你那一天就是1点半起床，然后都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可能就要直到隔一天的晚上10点，你才有办法好好的休息。所以我们看看刚刚我们提到说，这种轮流守卫的制度，可能在当时候也都是有这样执行的时候，对于那些准备去圣殿旅行的人，既然大家都一样走了一天的路，那在这个制度里面，可能就难免怎样，有人会打瞌睡嘛，哈。不过诗人说什么？大家可以放心好好的休息，因为人会打瞌睡，谁不会打瞌睡啊？上帝不会打瞌睡啊。所以第4节告诉我们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息，上帝会保护看顾我们。所以接着在第6节，诗人又提到，他说有上帝的保护的时候怎么样？白天的太阳必不伤你，夜间的月亮必不害你。这一句话我们可能很熟悉，不过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就是太阳跟月亮要怎么伤害我们？太阳可能比较好理解，你在太阳底下如果站个2个小时，你没有补充水分，你有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们说中暑会不会有可能丢刷？然后或者是至少你没有做好防护，你皮肤也会晒伤晒得红彤彤的，然后也会有那种刺伤的感觉。你去垦丁玩一玩，都觉得在海边玩得很高兴，回来的时候全身被太阳晒到都会刺啊。那月亮呢？有没有弟兄姐妹被月亮伤害过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都没有吗？就我小时候，我的妈妈告诉我说：“你的手不要去指月亮啊。”为什么？大家都有被月亮伤害过的经验，割耳朵。我是不知道，因为我妈妈这样跟我讲，我就从来没有指过月亮了。那如果现在想一想，如果你没有被月亮伤害过的经验，但是经文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圣经里面上帝的话语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意思？我想，如果要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必须要再次回到这些旅行者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不管是在高山或者是旷野，那晒太阳对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我想是难免。但是当这些地方太阳消失，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对于旅行者，其实他们就是准备要去迎接夜晚所带来的挑战。除了刚刚前面所提到，可能有野兽的攻击，那也有因为这个大自然的气象的转变，这些地方怎么样？可能早晚的温差是非常大的。刚刚一开始我们应验牧师有提到说，早上跟晚上的这种感觉是差很多。晚上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过去的人他们在旅行的过程里面，他们有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穿着这么厚的外衣？甚至到了即使在新约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是一件内衣跟一件外衣但更何况是旧约的时代。所以这种身体上的适应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诗人跟他的同伴，他们都相信，也再次的告白说什么？上主要成为他们的保护者，就是不管他们到哪里去，上帝都会看顾保守他们。所以看完这段经文，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要保守他们？上帝为什么要像诗人所想的一样，不管他们到哪里去，都会看顾保守他们？我想读完这段经文，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2点一起来思考。第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朝圣者，他们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这些人要去哪里？他们要去圣殿他们要去干什么？
他们要去朝见上主。很清楚，时间一到，不管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必须整理好他们的行李，然后就去到圣殿来朝见上主。这也是一个信仰上共同的目标。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不单单是一个个体，这也是一个信仰的团体，而且他们不只是对上帝充满信心，他们也愿意成为彼此生命的守护者。所以看完这段经文，其实帮助我们来思考的是，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走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握像诗人一样说出上主是我们的保护者？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走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有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或者要问，我们工作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作为学生读书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组织家庭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甚至进一步来思考，我们迦南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有一句话，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跟帮助。他提到，基督徒首先要抛弃自我，把自己完全献给上帝，所说、所做、所想的一切，都以荣耀上帝为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把你放在现在的工作环境里面，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荣耀上帝。很多时候，学生来问我说：“牧师，我不知道我现在读这些书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孩子，上帝把你放在现在的学校、现在的班级，要你做的事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荣耀上帝。你如果觉得认真学习可以帮助人家更认识你、更认识你的神的时候，你就放胆的去做。即使这个科目是你的同学觉得都很无聊的科目，但是因为你认真的态度，就让人家从你的身上认识了你所信仰的那一位上帝。所以你组织家庭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人从你的家庭里面认识你所信仰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在教会担任什么样的服事，如果我们的目标清楚，就是我们所做、所想、所说的都是要荣耀上帝的话，自然我们就会有信心来完成上帝托付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第二点，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这个信仰团体是不是有彼此扶持、彼此建造？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不会自动的消失，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环境的挑战、生命当中的困境，但是相信神会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去面对我们所处的境遇。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懂得成为这个信仰团体之间彼此的帮助的时候，我们除了在弟兄姐妹需要帮助，我们说物质上面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在灵命当中的彼此扶持、彼此的鼓励。我想这一点，特别是在我们长老教会里面更加的重要。我们会看到，我们有很多的组织委员会，在同工的会议里面讨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意见的交流、意见的交换。但是当这些意见、当这些想法成为一个共识之后，相信我们都需要一起来成为这个信仰团体彼此的扶持以及彼此的帮助。所以也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透过今天的经文来思考我们自己的信仰。在我们建造信仰、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服事是为了荣耀我们的神。那当我们弟兄姐妹再进一步愿意成为彼此信仰
的守护者、生命的守护者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可以大胆的宣告，上帝的确要成为我们的保护者。就像经文在第8节告诉我们所提到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想从过去到现在，台南神学院一直也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就是为着台湾的教会培育一代又一代的服侍者，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荣耀我们的上帝。但是这些成果，我们也很清楚，若不是我们众弟兄姐妹愿意成为神学院的守护者，神学院没有办法去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我们要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助这些学校可以继续的不断朝着这个目标一代一代的向前来迈进。接下来会有一段短短的影片，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来观看这段影片，也让大家来了解神学院的现况以及需要。大家平安。在学校这几年的时间，看见学校为了学生来进步，也改善了学校的设备，看到学校一直在发展，深深的感谢上帝。感谢主，让我在台南神学院学习的时候，有许多人可以来关心我、支持我，也为我祷告，让我在台南神学院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上帝满满的恩典。感谢主内的弟兄姐妹对台南神学院的关心、代祷与奉献，尤其是在疫情的期间，在这里关心神学院，使学校在各方面都可以正常的运作，也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愿上帝纪念你们一切所做的功。大家平安，我是音乐组的学生，在台南神学院的学习，让我们学到教会音乐的相关知识。课程的设计让我们可以学习到指挥跟司琴的能力，在学习与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学着怎么将音乐以及礼拜互相的连结在一起。大家好，我是彰化永福教会的蔡文慧，很高兴参加男神的 MAN 班。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有参加音乐的服事，很高兴在男神的 MAN 班也学到很多的圣诗，然后也有机会去到男神的校本部参加合唱指挥的课程，让我自己在音乐服事上面有更多的力量。那我很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参加 MAN 班，一起造就教会。大家平安，我是宗教社工所1年级周敏莹，我很喜欢在这里的学习，老师们的教学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在神学院就是要学习如何用神的角度去助人，这当中也修复了自己和家人的关系。现在我很享受在校园里的生活，谢谢你们，愿上帝祝福大家。大家平安，在台南神学院受装备的第2年，在这2年中学习到了很多事情，不论是在圣经的研究、神学的课程以及牧会的实习，都让我有得到许多经验和知识，可以成为以后牧会的帮助。在2年级也有机会成为学生会的同工，在这个学生会里面举办大大小小的活动，来让全校的师生一起团契。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对男神的支持以及关心，感谢你们为了神学教育的付出，可以让我们不管是在硬体上或是软体上，都能够有好的学习资源。再一次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了神学院来关心、代祷和奉献。若是你和我一样也有感动，欢迎来报名神学院的考试，
一同回应上帝的呼召哦。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请安，也谢谢大家对过去台南神学院的关心。台南神学院设立已经150多年的一个历史，可以说是台湾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胎盘，这是发源地。现在的社会混乱，人的生命需要改变，神学教育，台南神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可以装备大家，大家可以来受造就。现在台南神学院的软体、硬体、师资都已经上了轨道，非常欢迎大家来受造就，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传扬福音，改变社会，改变人的生命，来成就上帝所托付我们的责任。谢谢大家。爱命令你着鸡掠着花，喜爱你着彼此相惜。约翰福音15章16节。太阳星海你，改变来到底。想我们弟兄姐妹都有拿到这个院长要对我们弟兄姐妹的请安的信函。那我想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奉献它其实有3层不同的意涵。第一个就是献心，第二个是献身，再来是献金。我想不管是在过去也再次要感谢我们嘉南教会，不管是对于神学院的支持，3间神学院其实都很支持。那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意愿报考神学院，我想不管是台湾神学院、台南神学院，甚至特别为了原住民所设的这个玉山神学院，都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在神学教育上面的一个帮助。那最后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借着我们不同的恩赐，在你的教会来服侍你，服侍我们所居住的社区，也借着你的爱，为着世界带来医治，让我们的生命来得着新的盼望。求主你的圣灵坚固我们的心志，让我们继续依靠你，来活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也在众教会当中分享见证你奇妙的作为。恳求你继续成为我们的保护者，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站立，来回应神。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们来回应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使我全然得胜。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使我全然得胜。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会后诗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主恩典
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如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里，我们回应神。就是我们所做的决定，一个礼拜我们都要荣神一人。阿们，请坐，互道平安。我们今天礼拜就到这里。